什么呀？哎呦，嫌弃我吗？那叫骂，不用骂了吗？比如说上次培养，他就这样，他就把答案写在上面画，小光写的好不好？有一个物证嘛。没有问题了，谢谢。你们希望谁先画？队长，我来，你先画，谁来开？好，谁来开？比如说你们这群小东西，谁来开？你猜吧，你猜。看看我。当你看到那一瞬间30秒钟就已经开始起，还是老规矩啊，静音模式，好不好？看完了之后，落笔就要转身，这是这个选择的好转身。画不出来，我就要问你了。好，还有10秒钟的时间。5、4、3、2、1，停笔。来猜猜什么东东啊？哎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你让大家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觉得这轮反正你们我一点都没有说错，你们回忆一下，我们在第一期节目当中也有也有人画的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好，请给答案。你不用看镜子，他们画成这样，就证明他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谁要拿着百爪挠心吗？5、4、3、2，火车头。建议你觉得你画的是什么？我看到的就是灵魂画手洪建宇。录下来啊，你看到的是，它这个用连着这个东西，有一个香槟小鹿。通向远方。不，直接给答案。电动房子。这个房子以前不是电，又把你说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宝宝呀！来，电动房子。我想介绍你的画作。哎呦！是吗？哎呦！我的宝宝呀！你的画的这栋房子吗？这不是他的。这个是这个房子的墙，然后这个光我把这个扔了。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不同的电视。你确定吗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棒少皇到底画的怎么样。哇！我这个特别牛。哎，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少皇。哇！少皇。灵魂快手里边。作为最强的记忆了。你画完之后，那个开始说。电动卡车、火车头、电动房。丰富剧情首次在舞台上，伤到内脏，气到吐血，就在这个回合，没有花任何的力气，真的是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开始马上。好，来准备。这一轮只有10样，我们有点偏财了，我往后面一点点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3、2、1，好，这一轮3、2、1，开始。建议你是要听，非常简单，真的。来，计时开始。10秒钟。你是一个千万家一定要画的传承哦，不能第一个就黄了，你这个晚了呀。8、9，别动，不能画了，不能画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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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宝宝呀！画完了吗？画完了吗？上不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我的宝宝！哎呦！还有3秒钟，2秒，1秒，OK 了，好，很有自信，来，继续。想死宝宝了。4，还有5秒，4、3、2、
谁先上？先到。不要画这篇图了，谁先上？好，转身，转身，这是什么呢？两个字。拖鞋。是拖鞋吗？我仿佛这个一个鱼的表情，我去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少宝10秒的这个作品。哇！画的超棒，而且少宝画的是艺人们最熟悉的酒店里面的那种。对。还有鱼的表情啊！别拖鞋看到现场了。哦，那剑雨。哎呦，傲娇了！哎呦！灵魂画手，王是灵魂画手。我觉得这跟你们生活当中的状态、画作反应有关系。对，剑雨应该是一个特别自由。然后少宝是一个爱干净、顾家的好男人。西子是一个喜欢很多浪漫小细节的小女生。小陈是一个，哇哦！恭喜你们获得了仅有的1分。剑雨在参与游戏关当中告诉大家，画作是不是特别的混乱？是的，就看到那个人家画的那个细节，其实脑子里是有的，真正画不出来。当我看到赵鹏哥这个进来，真的，你画的这2个有点像药丸，就是胶囊，对，跟它这个胶囊。觉得这个就，那掌声先送给4位。棒棒的！接下来队伍每一集都画错，每一集都猜错，你们就赢了。老师说，观众都看不下去了。老师，观众都猜到了，我们也给杨碧队加油，好不好？他们俩站中间。还得打比赛，你个处女座呀！然后再来开始。处女座呀！鱼干嘛呢？啊，鱼把它给他。他们把自己燃指住的画色。